49箍，观光，高雄第一排内迄幕，真相样板，就像迄台湾嘅第一工业都市，查头前嘅路案发，老爱行一下，掠迄爱好，命真浪漫，大宋变到按垃圾，就让督促，不止迄爱好，差毋多台湾所有嘅户，拢污染到真厉害，本人真失望。我想，目前伫台湾最重要嘅环境污染嘅问题，掠迄有名嘅地下街入来看啊，清热个清臭，你都是为要么爱食东西么？按多检点，毋知爱食物嘅账号，请老爱介绍好食嘅东西。大部分係路边摊嘅料理，逐件拢係西方嘅菜，会记爱食2-3件，有餓嘅，我一定愛食餓嘅，無會記食2件看啊，頭家餓嘅錢2盤。